娘娘千岁之下，宣书生上殿啦！宣书生上殿啦！令旨。惨了，王勇范围了不得，一定要等美人下大吼。今朝皇帝皇后李亚郎、霹雳郎神们看上去我凶斗结实，但是死我一个能够使得这样许多无辜师生免受牵连，而且通过一定要小小的美能够使出来之牛章，虽然官位具有之争，却是个心胸哈杀之人，我还是识得了。所以后的事，虽有报国之心，恰无一民之君，谋生隐居，毫无居身，大让遍地对对一口，一再在民国等把西等过得斗斗争争，一把把拉头头落地等把的再再细细，等着回往世同八里。皇帝面色阴沉，皇后呼笑飞飞。几万份无辜友才是宝某珍惜，御林军实力强，人脉不保，谋力杀气。师兄潘金人几分不安，几分得意，山上松里，心事重重，谋面于理。说王勇眼睛一时看得这样仔细吧，那个是我失虚的家里的双眼睛，隔台下地浪情况。总之，各走各的年头，各人各有心机。一个御林军既让一步黑一上，别动让行吧，跪下。是下面可见，我王万岁，娘娘千岁。不，今朝母娘娘是至神，所以先开口。书生是。兵神都是千岁，来时下英俊，打过来营地高上去，他忙着不必擦啦。呼哟，这话他浑身一松，潘金人口子分动摇，哪懂的？凡人上来还平身啊！我个营地高上为了气他，想杀他靠气我。书生，这一件事情，你也不是下面了。哎呀，在这张凳子拍背说西代终身吧，啥个老的他不动呀？王勇家你不懂，今朝我是凡人呀，门前才明帮单外头一刀两头杀，现在规则平身，我要追上几步。哎呀，今朝后楼里马地啥个呀？此吉此凶，但有点捉摸不透。直播里打你一声，是打上几步。娘娘两只眼睛始终盯了那王勇的浪口，刚刚距离比较又看不清爽，现在追得近看得清，对里一望没。哟，这个书生攻守与众不同，那可里李拉海凛凛手，一股真气，昂昂手，顶天立地。本来娘够小哥哥一只登梅是要去和对手，现在面对地后不慌不忙，不卑不亢，哥哥要啥个勇气啊？皇帝眼睛激动，还盯了这里的浪口。那，乃是同街铁子三队落笔，今朝配上杀一斤八，宋君王我倒要看看，为啥人过来进我家主母个老弟？还有你看那个种腔调。挺胸叠头，对在腹地，真是越看越杀气。娘娘倒是越看越欢喜。请一请火龙开始门。书生，生人名谁？哪里生日？下面姓王名勇，家训浙东。浙东王勇，真是这个名字说的啦。还是罗大听见些个话，仔细一想嘛，哦，对着，大约是宋礼曾经让皇帝门前几次三番推荐过自家的得意门生，浙东才子王勇。
这个人胸围大志，目不惊人，是一个难得的人才。不家就是例外。世界上下同名同姓的人来得多，门门请上课。送礼送爱去，老臣在。你生地爵，你的门生自东王勇，道德文章记语，想这位王勇亦是自东人士，莫非谁是老爱卿的高座么？潘金真是这个，刚正俺们里向的王勇才刚喝高，因为个长得精确的皇帝启发上绝不可历来先生。你当然答应我定心不实，免得进二生主分得先生去统一上去。想不到娘娘七岁了，让门先生王勇还是来学生子么专业的。先生啊，先生，你认得清的啊？你家事实滴滴对，皇帝后抽上来杀他许多人，打他那老老的，弄得不清我还有不实的，心里一跳，是配好得了一个事业的。那么送礼呢哈，叫奉旨来做百姓官们，切上剥落心里后，看见凡人是王勇们啊，三个当胸吃一拳，对立发骂加礼物，今朝拼人命，还要百里诸位为我上次啊，阿有少年讲闲话，余话的没等歇，我怕有闲话好求求，听见娘娘了浪叫，打六宝都得把家出。老臣启旨，娘娘七岁，想那王勇乃是可是你的门生么？王勇非要这个，今朝个桩事体随便那还不能够牵连到先生身浪向。搿么哪样？我来要进抢了门前。哎呀，娘娘千岁，恩师送礼，他并不是我的先生，不是你的先生后臣恩师啊。也是一个了，句话才是不离气的。不要怪把人家也见过许多的呀，面孔长得了羞羞红。哎呀，娘娘千岁，一人做事，一人担当，为王千岁要开恩。假不你私之斗，若甚人事者非真实于牺牲否？为送礼可是么？哎呀，娘娘千岁，老臣非信为师子，虽该为师，时而小的王勇得在几辈乡里几句，根据忠厚老子，门下虽不推崇。时而毕竟一家草莽生生，不懂世事，一日后头，为望废岁7岁，开在老臣坟上，忙开一面，送礼女婿，发封降爵，为旁恩臣。这个对师生哎呀好啊！出此事体不往别人身浪下推，往自家身浪下拉，各种为人真是口敬口悲啊！老爱卿必是谢娘娘千岁，王勇小名谁？你因我呀逆袭登美，西下本。嘿，哎呀，还我不带上。这规矩今朝我打上地来，定下人命，戏弄王家某被王娘绑出几大两头杀。现在彼此啥个西下本后，那为啥大家寻我开心，轻描淡写，外加前头有个毛子头，因我也。那么问到因我也，随时要帮我开口辩解的机会。哎呀，讲！我并不是破死，也并不是开脱，而是要说一说当时的真实情况，说一说我当时的真实想法。娘娘千岁，这名并非欲意西下，乃是欲盖而发。嘿，我晓得你不会小小不相信，你说是欲盖而发，我随时要听听那个故乡。此话怎讲？小民说以善计不等，待这句一人乘风天手作，最为兵的
不放松，挥动臂臂，去改这疯子鸟子乱哄哄，明月纷纷起，声声是耳中。我欲改而发，更没事，一枪不明谁胸中。大作早起时，牛言称为公。哦，属于这个事体啊！哦，因为我耍赌家，历来的小娘娘登载不许可，立即不平之名，预告而发，上意之意。这个一番话实实在在，态度还是诚诚恳恳。但是你俺晓得，你这个种历来是叽叽火火的读书人啊！你可去想，为了此事，来就奉公的先生带进谁怕？是啊，小明真是怕来者奉公，故而引体奉中，对，是。什么呢？你是对偶是谁干？娘娘为公的来带进普京人妈妈，哎，你刚刚哪是？你说是护着居女儿后之力，努力做那会恶个呀？普京人只觉得脑子里想，一来有戏啊！原本我想得蛮好的，凡人做了兵败皇帝，插他一刀，身水分离，尸体谁家夺子？想不到娘娘千岁既要猛又要生，对面长失落的林父亲上奴的是的谁讲出？我标标准准推己不上18米，看上去留下来的日子有的可怜。娘娘对你眼睛呆呆，不是个么事。王爷，小明神，你谁来对？爱是谁？难道你谁不怕开对？么？论议上气太深，为人轻薄性命，啥人不想我？但是我要活得光明正大，活得清清白白，倘是为此自家的身份而欺立扶高，这样做的说法，我于心后人，于理内容。哇！娘娘偶着称这一声呵，这个师生真不容易啊！为人公正不阿，光明磊落。而且送了一个出一套语，可以听得出，还可以看得出，这个人与文人与口才，一大名字，不须是西洋像那个种神才嘛。
种神才肯为你王家出力，真是大明之音，少鼎之福啊！那么阿爷马上对皇帝说：“皇帝呀，这个书生是一个难得的神才，不能给杀噶，非但不能给杀，而且我要让你做官。”回过头来一口嘛，不叫少天，那口让皇帝这张面孔逼白，这口气也分平了呀。他是农匆匆去南平，平呀大上来杀师生，是人我呵呵话就是气用情。我是石头的水不人们的两次可是一出一真话非人心。今日里放空内后雷声出，看一看那大院子，试一试破风音，听一听那用水红对的水红圆。把字的出身比本名的水为重，水是清真假龙清，才配是神。也据这个师生阿姨办法，与来者相合，圣教。通过圣教对那王勇进一步的考察，让边浪向搿点人大家侪来表演表演，定定眼睛呢，假此因为戳动来皇帝。想到搿搭不，娘娘喉咙稍微提高点。王哟，小人才，你儿媳的那只灯眉，面对究竟是什么？呀，你弟们都来这晓得这个，不晓得嘛，我哪可能得该得来呢？你在怪在我说，君子嘛不随大面，我哪舍得去看呢？这哥啊，皇帝对高兴妈妈你哪上听？把人家几岁那个闲话为海里讲一遍，搿哈确子也不听三遍呀！哎，你啥个路的？王勇，哀家在等你的回话呀。真的要听啊？难道是你有这样的度量？哎呀，讲，想着我用不着回避。再说我自家这个四个字，并不是辣浪骂呢，而是辣浪试透皇帝的心声。说你的乃是四公子，什么？乃是大九万嘿！气呀，不旁白的呀！中档子内有好一天想不到一口神人，而且当时那皇帝的没讲出来，大家往那四个字，那真是胆大包天。不就来对兄弟忙忙老些人啊，你老得了走脱个怎么？阿龙子半夜等我叫他自家一动保护啊！你等哪讲了？海里来也是不欧帮受我一臂之力。
阿里的哈大庭广众吃我个嘴，推我个蛋。给刚才看看各种点名啥个动手的，来，将他推下去开。要起来！哎呀，皇帝呀、今朝这个书生搿点性命，终归让你手掌之中，门清爽再稍微来得及了呀。那么再说，刚刚不是跟你讲好的吗？今朝我是知省，你是陪审呀，你不是讲月球顶三关？下福路对个刚正得里讲好的呀，今朝李是主公，我倒是配过呀。眼睛那个后看一看么走你的。女人妈妈搞了个谁不差？内生，干么呢？我看你生呐！王爷，小人噻，你谁的大局王位？莫非是讲我么？这要看娘娘才睡的这一双脚，怎样？究竟是大是小？哎呦，是你办到个出来了还呢？当我讲的，要看娘娘七岁个上家，还是我讲主上家哪一次个还看个？我懂个呀，你看一看啥个目的？到底大还是小？大个我分讲出，小个我分了让是你的边边正正千余里不发出，后脑上的也要想发出，要比我快呢。今日里哀家谁来审一审这一算做圣家。对，只有通过审家才能辨清是非。我等下来让审家的打开，希望大家各司己见，共同讨论，当下鼓励，畅所欲言。也好得来，非得要当众圣家委员会在你口子委员会在你协助讨论大会发言，你个讨论，你个发言个。哎，知道？你好完蛋啊！哎，废水！我今朝个身家都有讲究，你等下看我审，以小见大，以大见小，这大小之中才能道出真经啊！大小当中得真经，哎，我只听见别人讲书里得经，哦，你本事读得了家朗向和得经啊！当然啊！也没你来让搿家经。今朝个娘娘是胸有神足，身体瘦得大一大片花啦，军服一脸，露出一双天手斗甲。你们看呀，王永山的是对是差，哀家这一双足，究竟是大是小？一家不想，不想问我点名，破爱卿。是。平常人家乃是能说话的，你先来讲讲吧。操得个美的呀！那第一个谁轮上我呢？毛采取中队长的是一个呀，这个没啥事，开队的啊！嘿，我哪讲法？不记得我摆过去顶来子里，娘娘，你上讲都得要花花。我唔不个地对了呀，跟我讲谁啊？谁得一枚枚一点点一些些实然讲，是媳妇称我潘金人的高人之处。娘娘请说，这个是啊，那个。哎，虚用顾虑，开当什么是讲什么。是。这来么到底潘金人，这个家伙的武功真好，水晶两耳朵身体，眼睛激动，盯了子娘娘个上家。
李夫人口角三个欣赏共动，阿母样对我起来。哎呀，娘娘千岁。照微臣看来，娘娘千岁，您这一双粉脚，怎样？一个字，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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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在哪里呀？娘娘千岁，照微臣看来，娘娘千岁，您这一双粉脚，哎呀，真是好的。不能再好啊！哦，娘娘千岁。娘娘呢，一双凤脚在崖上。风声唱，有我金不家，庸庸无归于金家。公真是不然不斗不斗不写不哭不啊不跑不睡。最披天下没去找娘娘千岁，照微臣看来，在这天地之间，真是再也选不出这么好的第二双脚喽。听得个娘娘读上子了些，不过这个些是不断里向周气浪些。皇帝的哈了浪些，不过是空些。皇帝啊，这个就是那得意宠人的表现哈，阿母姨啊。哼，能以手臂愈滑愈跌，不灭玲珑，相对之差。哎，我今朝个目的不就是要让你客厅上最为美一个人。娘娘两道目光射过来，送你一口话，阿让我这话，我哪样讲？识得我敢讲。昨日夜里向讲此一声大，这位是皇帝不受大怒。今朝我再讲大个说话，心脏肉胀一头数目，我吃不了对上嘴。那么说些违心之人不肯。是啊，送礼来了一身热事，今朝还要挖一挖。36计最为上，这大风口间，嘎吱嘎眼头神人的宝浪向打一铃，好了，调转身来，真要相追。老大人，哎，您上哪儿去？那哦，洗手间。哟，老大人，奴才看来，您得憋一会儿了。对，娘娘千岁还有话要问呢。是啊，老儿请你来讲讲吧。奴才也要听听您老大人的高见呢。男不男女不女，阴阳怪气也要出去。办不特是我，办不特么讲不出呀，讲不出唱他两三字我。这里是何是哈？落叶不发龙，叶大没吃啊，心头一别是狗腔，娘娘她不胜王用，牺牲足，也得是喉咙。
不能见过那行设法子女，这，玉良啊，娘娘啊，老人是你没了，老许了，老已婚花不用了，这玉后的茫茫，经过一路走，比不清大雷，分不清香，我岂能还之下来？哎呀，娘娘心碎，老臣你没了，老许了，老于昏花。哎呀呀，看不清了，看不清了嘛！皇帝带来了，忙忙的哪张听？哎，搿平常辰光等我讲起闲话来是引经据典，滔滔不绝。哎，今朝你啥个路的？一个金角头啊，玉帝啊，让你痴呆症。皇帝啊，你还看出来着？近来来了辣比呀，你哪会得比的？实际上你自家先了比呀。你现在比得了阿谀奉承，招待贤士，忠义实践，但不惧不听，所以比得个来了，说真话么不过，说假话么不牛，只能够这样装聋装戆装糊涂啊！哦，啥有这样严重啊？万岁爷，您看这个老宋脸是不是越活越精了？是。冷淡你俩，是啊，老许想听公公的高见呀，这真多明智啊！爷，你先这个讲出来啥题？那么和龙儿早会的话，一元气一家来，还用哪讲法？哟，娘娘千岁，奴才怕说不好。不妨是的。那个什么，方才他们哎就说呢，一家早是讲过，虚用功率，开当什么是讲什么。看到什么就说什么。哎，好，那奴才就大胆，奴才就豁出去了，奴才就实话实说了。哎呀，啰嗦的嘞！好话，娘娘千岁，照奴才看来，娘娘千岁，您这双凤脚怎样？小小，当真小么？当真小，固然小，小，还是小。你双眼睛有点毛病的叫哈！我这个头上夹口出来是小。哦，看来小比大好啊！那是啊，打小我就听我爷爷、听我爹说过，说女人好不好，不看脸面，先看脚，脚小人就好，人好脚就小，那个脚就小。先叫我写出来，我也是为了身口里了这个了。哦，娘娘千岁，奴才说的可都是真的，千真万确，娘娘千岁。你一少君里，
可以披皮肤，扎心里能够结结巴。尽管后代是花重娘，有往事一历日杀。娘娘你进一步来压山呀，娘奴平定三公仙女了浪云里。女人是三寸金莲，可照奴才看来，娘娘千岁，您这双凤脚也不过是2寸，2寸多一点点呐、听得娘娘哈哈大笑，听得皇帝连连对摇，听得宋礼十日后嘛，听得潘先生嗤之以鼻，听得王勇忘记他自家吃脚嘛，扬声大笑。王勇，你想说什么？是啊，我是要大明朝的王公之中，想不到已出了个指鹿为马之身。你大胆！你有谁怕他？各种没有讲得出个。指鹿为马意思没清爽，我是上个皇帝辈子形而虚着了。你放肆！对个，我是大胆，我是放肆，今朝我戳到皇帝某位娘娘，皇帝非要质疑我死地而虚夸，为啥？因为我讲是真话。今朝我因为说真话而死，我不认罪。但是说假话能话，我更加不认罪。古人讲得好，是是非非谓之知，非是是非谓之愚。搿句闲话啥个意思？一桩事体是谁是是，非谁是非。这样讲闲话办事体叫聪明，你都拿事实成功，非拿非实成功是。这样讲闲话办事体叫愚昧。我们都对生意之事当真生意之道，理当是是非非，而不应非是是非。家为之下，是是非非乃是治国之本，非是是非乃是后国之牛。王勇，你既说真相道理，那么正题当了圣上，当了众人之命，将一个轻从，哀家这一双足，究竟四大是谁？说我娘娘7岁的这一双足。真呀！结棍！打来就个野命嘛，不够个的活的。但是大活龙虽然不响，却是实的有声。好比星空一个霹雳打了手雨云对浪，皇帝面孔喷上一红，半边个红绫10个时起来。王勇，你罪该万死，打倒王勇！红是娘娘7岁，讲得好，是是非非乃治国之本，非是是非乃后国之女。小民岂能背道而驰，既做是是非非而不许非是是非，与此结背，小虽是小，大虽是大。胡说！皇帝一听这个人不得了，居然我们的牙齿狗扎扎对军硬条条，这种人我倒是上有分榜上才。皇帝啊，正因为在上有分榜上，所以更加显得难能可贵啊！王勇，讲下去。娘娘7岁。是是非非大分章，国歌
手都香。想我是为谁罪？为啥让一女当得放把慌？本则是脚小脚大女小事，是儿子非是非理不当虚意，一朝送狗食，为以后国压低，把不想他们几大一下，比喻几大一下好心。三不说如此风人，此世上君子有几人长，不得到如刚。三不想当年是王生，心定路上高处就太猖狂，他只为嘛在绕荡，是非文也不应，但不到后来只因风气归黑色，斗名心绕日一代，把我在于那他终为真君人义，一个儿么真义十几不得也君王一个儿送出是泪，心地太荡荡，在于那珍贵之事不是让泪。把我一人为君只得失，以死为君去兴亡，我们回来人拉吉凶。但我娘娘啊，我是身体亲一几句，为的是民和不是非常，哪怕淡水面河与心灵上我知无不义无不仁，一头为愧称心。废物真正已是慷慨激昂，甚至欲代一生，不知多了。主王勇为不亏欠身家，不再之恩。哎呀，你个师多的呀，你听呀，让老称赞你国之栋梁的不为啥子呀？快谢谢恩啊！是，这娘娘千岁大慈大悲，谁非谁大恩大德。哎呦，大又是一个大字，哼！只有讲大话人要讲的对镜大海为大鱼，你自己在讲大了，万岁讲大了啊！大的好，看来这大明江山少不了你大竹王。嘿，总批到此结束，谢谢光临。